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讓我哋喺呢個時候就係專注喺神嘅身上，好歡迎上帝同我哋說話。無論你而家喺邊一個嘅國界，你嘅心情係點，我哋就同心嘅仰望上帝，讓聖靈帶動我哋去到禱告佢。我哋先注意我哋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嘅吸，慢慢嘅呼，一吸一呼，開始放鬆我哋自己身體每一個嘅部分，好自由嘅吸，好自在嘅呼，喺一吸一呼嘅裏邊，體會我哋係被造之物，上帝係賜予生命氣息嘅神，我哋讓佢嚟帶領我哋，我哋透過呼氣學習放低，每一個呼氣就呼出唔屬耶穌嘅、唔屬神嘅任何嘅嘢，我哋都放低，藉着禱告交託，我哋樂意跟隨聖靈嘅帶領。申命記10章20至到21節，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侍奉他，專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他是你所讚美的，是你的神，為你作了那大而可畏的事，是你親眼所看見的。讓我哋照經文按聖靈嘅感動去禱告。主啊，我哋要敬畏讚美你嘅美名，我哋要單單侍奉你，因為你係神，你係獨一嘅真神，係創天造地嘅神，係嗰個臨到我哋嘅當中與我哋同在嘅神，係嗰個住喺我哋嘅心裏邊，常常啟迪我哋嘅神。我哋要單單侍奉你，主啊，我哋要讚美你嘅美名，我哋唔要忘記你一切嘅恩惠與慈愛。你喺我哋嘅身上做過所有嘅奇蹟，主啊，我哋都要將榮耀頌讚歸俾你，因為上帝你就係慈愛。喺我哋好迷茫，喺我哋無助嘅時候，你差派人喺度幫助我哋。你亦俾我哋心裏邊有提醒，你係信實嘅，你唔會撇棄我哋成為孤兒，你就差派保惠師嚟到鼓勵勉勵我哋。主啊，我哋要讚美你。主啊，喺我哋嘅身上就係見證住你自己奇妙嘅作為，你作了大而可畏嘅事，你救活每一個將死嘅人。主啊，我哋本來就係已經好似死亡咁喺世上行屍走肉，但係你卻係挽回咗我哋。今天我哋要活着，就係要榮耀侍奉你啊！主啊，求你接受我哋嘅敬拜，多謝你，求你幫助我哋貼近你嘅心意。主啊，我哋願意讚頌你嘅美名，亦願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去經歷上帝時刻嘅帶領，幫助我哋生命貼近你，求你嘅心意，求你嘅旨意成就。但願似海浪，悠悠地宣告；但願似小鳥，吱吱歌韻讚好。學習愛天父，從欣賞開始，願快樂讚頌獻心意。但願似天空，似世間色彩；但願似星宿，照亮黑暗晚空。
身邊開始，願快樂有時更真摯。願每天活出主的愛，是你看顧早晚常同在。願每天立志遵守主旨意，願每日貼近你心意。但願似天空，似世界色彩，但願似星宿照亮黑暗晚空。學習愛天父，從身邊開始，願快樂有時更真摯。願每天活出主的愛，是你看顧早晚常同在。願每天立志遵守主旨意，願每日貼近你心意。學習愛天父，從欣賞開始，願快樂讚頌獻心意。願每日獻出真愛真摯，願每日貼近你心意。讓我哋呢真係學習貼近神嘅心意，係追求成長啊！我哋一齊聽神嘅話語，《申命記》10章12至19節。以色列啊，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愛他，盡心盡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誡命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為要叫你得福。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屬耶和華你的神。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，愛他們，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，就是你們，像今日一樣。所以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除掉，不可再硬腳頸項。因為耶和華你的神，他是萬神之神，萬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賄賂。他為孤兒寡婦伸冤，又憐愛寄居的，賜給他衣食。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，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。喺經文裏邊，讓你睇到神係點樣嘅神呢？我哋就讚美宣告佢嘅美名咯。聖靈幫助我哋，讓我哋睇到我哋生命裏邊有啲乜嘢需要被調整啊！讓我哋快快認罪悔改。神向我哋所要嘅係啲咩呢？我哋又樂意有乜嘢係獻俾佢呢？求主加力量俾我哋，讓我哋再一次去讀神嘅話語。以色列啊，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愛他，盡心盡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誡命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為要叫你得福。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屬耶和華你的神。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，愛他們，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，就是你們，像今日一樣。所以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除掉，不可再硬着頸項。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，
他是萬神之神，萬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賄賂。他為孤兒寡婦伸冤，又憐愛寄居的，賜給他衣食。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，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。讓我哋照經文按聖靈嘅感動禱告。神啊，你確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嘅全能者，你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大有能力。主啊，你喺我哋嘅身上，喺我哋嘅家庭裏邊做過大而可畏嘅事，我哋要歡天喜地，將所有嘅頌讚都歸俾你。神，你確實係美善，喺不可能裏邊完成你自己奇妙嘅救恩，喺不可能嘅裏邊，你讓我哋睇到，原來喺你裏邊係凡事可能。主啊，我哋讚美你，我哋要歡天喜地嘅敬拜你，而且我哋樂意單單侍奉你。你今日所要我哋嘅就係尊主你為大，係單單侍奉耶和華，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嘅去愛你。求你就幫助我哋去愛你，又學習愛我哋身邊仍然好多缺乏嘅。主啊，今天我哋都喺世上做緊寄居者，神你仍然係用咁多方式去供應我哋嘅需要，我哋要讚美你，要感謝你之餘，求你俾我哋有從你而嚟嘅愛，去愛我哋身邊仍然感到貧乏，仍然感到無望，仍然真係有缺陷嘅每一個。求你幫助我哋成為你嘅使者，去到佢哋嘅中間，將愛、將盼望、將你自己嘅喜樂、將你嘅應許同救恩都傳俾佢哋。神啊，就求你咁樣去差派我哋每一個，讓我哋因為連結於你，我哋就大有能力，有聖靈嘅感動，有屬天嘅恩賜，有從你而嚟嘅看見。喺世上寄居嘅時候，都好似活喺天上一樣，有你嘅帶領。多謝主，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